嗯，哇，很好看。唔好意思各位睇緊直播嘅觀眾咧，因為我哋出現咗一啲技術上嘅問題啦，咁就我哋嘅比賽開始時間就稍為有啲延遲，咁就喺度講聲唔好意思。咁如果大家仍然係想睇我哋嘅直播嘅話咧，我哋已經 send 咗一條嘅 Zoom link，就你可以入呢一個會議就可以觀賞今次直播嘅。咁我哋相信亦都希望冇呢一個聲音上嘅問題啦。咁如果大家喺收音上或者話聽唔到啊、睇唔到啊，有咩問題嘅話，就歡迎就同我哋講翻咁樣咯。好，咁比賽嘅第一環節而家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出場，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試咪。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我哋討論嘅辯題係快樂係人生嘅最高追求。所謂快樂，其實唔單止係短暫嘅開心呢啲情緒反應，更唔係飲酒作樂嘅即時刺激。我方今日喺呢條辯題所指嘅快樂，係強調一種長期穩定嘅人生狀態，嚟自自我價值、意義感、能力實現同內在安穩。換句話講，快樂係覺得人生值得。我方今日正立辯題原因有3：第一，我方認為快樂係所有追求嘅終極目標。我哋每日返工返學賺錢儲錢承擔責任，究竟係純粹為咗追求生活穩定、名成利就，定係有更深層次嘅個人理想呢？揾錢可以係為咗有更多嘅選擇權，追求穩定可以係令自己嘅生活更有安全感，而面對挑戰可以係令自己人生過得無悔、活得精彩。呢啲正正係今日辯題所討論嘅人生追求。深入啲咁睇，快樂呢個結果可以係一種動力，佢可以作為一種催化劑去鼓勵一個人做嘢更加認真，對自己更加有要求。有時快樂甚至可以令你發掘一啲個人嘅抱負同埋理想，好似如果你想參與社會事務，你可以做義工，為社會出一分力，同時亦可以令個人更有使命感，達到馬斯洛所提出嘅自我實現境界。第二，只有透過自我滿足，先可以帶嚟更高層次嘅快樂。單憑世俗所定義嘅道德係遠遠唔夠嘅。道德本身冇問題，但因為道德價值始終係由社會加諸落個人層面，並唔係由個人透過思想同反省獲得嘅諗法。道德觀念所帶出嚟嘅呢種快樂，始終冇個人層面嗰種咁具影響力。哲學家米爾就喺佢嘅著作《功利主義》裏面講過，道德標準就係睇行為有冇促進快樂、減少痛苦，而且佢仲強調快樂有質素之分，對比起食得飽、玩得爽呢種純感官享樂，有啲快樂係更深、更值得、更符合人嘅尊嚴同埋成長，例如學習、創作、建立關係、服務他人帶嚟嘅滿足。換句話講，正方講快樂係最高追求，唔係鼓吹享樂主義，更加唔係要你放棄道德同意義，反而係講真正最高嘅快樂本身就包含咗意義、品格同埋道德實踐。第三，事實證明，如果唔以幸福為最高方向，個人同社會都會走向空轉甚至崩壞。喺過去幾十年，中港台日韓呢幾個東亞主要經濟體確實發展得好快，教育程度高，產業升級，城市化，國內生產總值飆升。但同一時間，亦出現一啲好明顯嘅社會現象，例如過度競爭、內卷、長工時、高樓價、升學壓力，令好多人覺得越努力越唔見得有出路，生活長期處於高壓。結果係咩？你見到有啲人開始選擇躺平、減少消費，唔想升職、唔想結婚生仔，唔係因為佢哋天生懶，而係因為佢哋覺得個系統追求嘅只係數字同排名，唔係人嘅生活質素。呢個例子想講嘅重點係上至宏觀社會制度，下至個人人生規劃。如果唔以幸福為終點，你短期可能可以衝到好靚嘅成績，但長期就會出現焦慮、抑鬱、關係破裂、低生育、勞動力縮水、社會慢性死亡。
相反，一個以幸福為最高追求嘅社會，會更注重健康、家庭、社區連結、工作同生活平衡，先至有持續嘅動力同埋凝聚力。基於上述三個論點，我方認為真正有意義嘅人生，唔係犧牲快樂，而係透過價值同品格建立更穩定、更持久嘅幸福狀態。因此，本次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定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44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主辯出場，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各位大家好，今日辯論並唔係講開心係重唔重要，但係反而係講開心或者快樂係咪人生嘅最高追求呢？我哋答案就係唔係。第一，開心係咩意思呢？開心係對每個人都唔同嘅。開心呢個感覺咧係由正面嘅感覺而儲翻嚟，而唔係無限嘅。第二，生活唔係由壞同好嘅經驗嚟砌出嚟，但係由時間砌出嚟嘅。第三，無論咩最高追求都好，一定要俾一個人嘅長期指示，要俾嘅人生意義同埋俾道德方向。大家一個問題你要問就係：如果快樂可唔可以咧帶領一個生命，帶領社會同埋俾人生嘅追求咧？個答案就係唔係，因為快樂係對每個人唔同嘅，而唔係唔穩定嘅，而係對壞同好嘅人差唔多一樣。呢個快樂竟然唔係人生嘅最緊要一點。第一，由一個人嘅角度嚟睇，快樂係對每個人都唔同嘅。一個殺手殺緊人嗰陣時都可以開心，或者一個人做緊義工嗰陣時執緊垃圾都可以開心。但係呢兩個人嘅感情都係一樣，佢哋都係開心嘅。所以對方，我哋而家問你，如果快樂係人生嘅最高追求，我哋可唔可以對每一個動力咧係有可以俾人開心嘅，都可以同佢哋同意咧？如果快樂只係人生嘅最高追求，道義就會俾個人感受蒙咗。第二，快樂係一個好大有一個好大問題嘅。你更加追快樂嘅話咧，更加擔心係好似係沙喺個手掌上，如果你更加揸緊嘅話，啲沙就更加流得快。最緊要就係人生嘅最深價值係有一個掙扎，而又唔係一個對唔住啊，而唔係有更加嘢係對快樂有更加緊要嘅。而家講社會，社會唔可以存在，如果快樂係最緊要嘅一件事。當差人拉緊人遇咗背力嗰陣時，會開心咩？或者疫情中醫生都會醫生醫院都會開心咩？如果個個人都係開心嗰陣時先做嘢，社會就唔會再存在。好多工作都會，好多唔係，sorry，好多工作都係由啲人唔係開心嚟做，反而因為佢有意義先做。仲有好多嘢，好似喺科學，好似係教育，都係唔會即刻俾快樂你嘅，但係佢哋都係對社會好重要。第三，喺人生嘅追求上，阿爸阿媽唔會對仔女犧牲，因為佢係覺得好定唔好，但係因為佢哋嘅愛好緊要，好重要。人生嘅追求上唔係因為我哋覺得好定唔好，定係因為我哋覺得快樂同埋情緒唔係對人生嘅意義更加重要。最尾，雖然快樂係好嘅，但係唔係人生嘅最高追求。如果係嘅話，道德會俾人無視，而社會更加弱，而人生嘅追求，人嘅追求唔會再存在。多謝。
凡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09秒，無超時，無需扣分。由於反方主辯剛才喺發言期間使用外語，sorry，請評判可以考慮情況對嗰隊長扣1至5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一副辯出場，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My God！可以去聊聊你。揾個真嘅袋翻落去。試咪。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承接我方主辯，我今日嘅角色唔係再重複乜嘢係快樂，而係要指出反方之所以否定快樂作為人生最高嘅追求，其實係混淆咗層次同埋低估咗人類行為真正嘅動力來源。從實際行為層面嚟睇，人類所有長期嘅選擇都離唔開對快樂嘅考量。無論係揀職業、揀伴侶、揀生活方式，人唔會只係問啱唔啱做，一定會同一時間問我能唔能夠長期承受呢？我會唔會後悔呢？而呢一啲問題嘅核心，全部都係關於主觀嘅幸福。如果一條人生嘅道路被預期只會帶嚟痛苦，即使佢再符合外在嘅標準，人都會本能地逃避。所以話快樂唔係一個可有可無嘅條件，而係所有理性選擇背後嘅隱性前提。第二，如果人生最高追求唔係快樂，反方其實解釋唔到點解人要堅持落去。如果人生最高只係抽象義務、社會期待或者某種外在嘅標準，咁當呢一啲只係帶嚟痛苦、空洞、自我否認嘅時候，反方有冇答案俾人呢？現實世界已經俾咗我哋答案。當努力冇辦法轉化為一個值得活嘅人生，人就會退出制度、退出關係，甚至退出未來。因此，一個完全唔考慮快樂結果嘅價值體系，唔單止唔高尚，反而係不可以持續。最後，如果反方否認快樂作為最高追求，其實係等於否認人生可以被改善，因為變好呢個概念本身就必須有一個感受嘅標準。如果一個人嘅人生更加安全、更加有尊嚴、更加有掌控感，咁反方依然話呢一啲同快樂無關，咁我哋係冇辦法去解釋點解呢一種改變係值得追求嘅。冇幸福作為終點，進步就只係剩返數字、制度同埋口號。因此，快樂並唔係人生追求入邊最膚淺嘅嗰樣嘢，反而係令所有其他價值有方向、有意義嘅一個最終指標。總之我方立場啦，快樂唔係一個低層次嘅情緒，而係衡量人生值唔值得嘅最終標準。責任、道德同埋意義唔係凌駕於快樂之上，而係通向更高層次幸福嘅一個途徑。因此，我方堅持快樂確實係人生嘅最高追求。多謝各位。正方第一副辯發言時間為2分45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一副辯出場，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各位評審，在座各位大家好。對方今日主要嘅立場係快樂係人生嘅最高追求，但係我認為呢個講法雖然好吸引，但係唔成立嘅。首先，我想講清楚一樣嘢，快樂係一種感覺，而唔係一個方向。感覺係會變嘅，今日我好開心，但係可以聽日就唔開心。一個終極人生嘅目標唔應該咁容易改變嘅。
人真係需要一個方向，例如我要成為一個有責任感嘅人，或者我要做一啲有意義嘅事。但係快樂係做唔到呢啲嘢嘅，快樂只可以同你講我呢一下嘅感受好好，我呢一下嘅感覺好好，但係佢唔會同你講我應唔應該去做呢樣嘢。快樂係唔應該定義一個人生嘅，佢只係可以形容一個感受，佢只係追求最終目標嘅過程中會有嘅副產品，而唔應該係人類最高追求嘅嘢。正正就係因為快樂呢個定義人人都唔同。如果快樂係唯一嘅標準，只要一樣嘢令到開心，咁我就可以去做，唔理後果，唔理對錯嘅話，有人就會覺得我喺傷害別人嘅時候就會感到快樂，有人就會覺得喺逃避責任嘅時候我會感到輕鬆同埋快樂。如果我哋淨係睇快唔快樂嘅話，咁呢啲行為係咪就冇辦法話係錯咧？如果快樂係最終嘅目標，咁我哋係咪就係要接受所有帶嚟快樂嘅行為？最後，我想講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人點解可以喺唔快樂嘅時候仍然選擇活落去？好多人都會失去家人、失去財產、失去尊嚴，但係好多人嘅人生都係唔快樂嘅。但係佢哋都有願意去犧牲，佢哋仍然係活着，但佢哋唔係因為快樂而活，而係因為責任，而係因為存在本身，因為佢哋接受生命。如果快樂真係一個人嘅最終目標，咁快樂消失嘅時候，人生係咪就應該結束呢？但事實就唔係咁樣，所以活着本身就唔一定要一個即時嘅理由。有時人只係選擇唔放棄，繼續選擇去承擔，繼續回應呢個世界對佢嘅呼喚。生命嘅價值未必係喺感受裏邊，而係喺行動，係堅持，喺我仍然喺度呢個事實。就算呢個世界幾咁殘酷，快樂幾咁稀少都好，人類都選擇仍然唔逃避，因為活着本來就係一個意義。總括嚟講，快樂係重要嘅，但係因為佢太短暫、太主觀同埋太脆弱，人生真正需要嘅係意義、方向同責任。快樂係可以追求，但係佢唔應該成為一個人生最終目標。多謝各位。凡方第一副辯嘅發言時間為2分40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正方第二副辯出場，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主席、有方同學、各位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多謝大家今日去百忙去抽空出席我哋嘅辯論。係剛才有方同學佢哋提到快樂咧，其實只係一個副產品，佢哋去認為快樂咧，其實只係一個表面嘅感覺。但係我想指正有方同學，其實呢啲只係一個好低層次嘅快樂。而我方認為快樂並不是單單只係一個副產品，一個人空憑嘅感覺。而快樂係當我哋去嘥一啲時間去做唔同嘅事嘅時候，嗰種嘅意義就係正正帶出嚟快樂。正如頭先有方同學提到啦，我哋咧其實人生咧活着咧並不是係為咗呢啲快樂，我哋並不是為咗追求快樂，而係為咗追求意義。而我哋追求到意義嘅時候，豈不是達到快樂嗎？多倫多大學嘅一位教授歐尼爾博士曾經講過，人咧係被一種對快樂嘅期望去所包圍，快樂咧係當作衡量人生嘅標準。然，快樂咧並不是單單只係一個短暫嘅快樂，佢係一個長期嘅痛苦嘅。當中我哋追求快樂嘅時候，可能會遇到唔同嘅挑戰，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咁，人類先至繼續去選擇去追求快樂。一位著名嘅佛教學者達賴喇嘛講過，人類咧係應該要去不斷地去行善啦，去經過啲唔同嘅磨練、唔同嘅痛苦去追求快樂，因為人生嘅意義就係去揾唔同嘅事情去做，去為人去行善積德，然後去得到施比受更有福嘅快樂。除此之外，一位
穆斯林嘅學者都曾經講過，一位叫阿加斯嘅學者都曾經講過，人咧係唔單止係應該要去行善去行呢啲嘅意義，人咧亦都係需要去而快樂係為佢哋終身嘅目標，而快樂咧係為佢哋終身追求嘅事情。所以各位在座嘅，我想指正頭先有方同學所提出嘅嘢。冇錯，快樂的確係帶俾我哋個短暫嘅感覺啦。正如剛才有方主辯同學都講過話，係你可能你去做警察，你去做醫生，咁你要去醫人嘅時候，即係有人病咗喎，你去做警察，你需要去捉人嘅時候，咁嗰個人犯咗法喎，你會開心嗎？你去做消防員嘅時候，可能好似香港前排雲福苑嘅事件咁，你會開心嗎？的確係唔開心。咁但係正正就係呢份喺當中救人嘅意義，去帶俾人快樂，而呢樣就係點解佢哋會去委身。正如我方剛才提到，我哋咧去做一啲嘅事情，去做一啲工作，係為咗尋求快樂。佢哋尋求快樂並不是低層次嚟做消防員，佢哋並不是為咗係呢份工作帶嚟快樂，而係呢份工作背後嘅意義帶俾佢哋一份圓滿豐盛嘅快樂。多謝各位。正方二副嘅發言時間為2分52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反方第二副辯出場，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大家好。有方同學啱啱所提及，所謂嘅快樂就係追求幸福感之後帶俾我哋嘅精神快樂。咁點解一開始我哋係追求快樂而唔係追求幸福感呢？正如啱啱我哋主辯同學已經答咗你，快樂係實現目標嗰陣時可能會帶俾我哋嘅副產品。咁我就問下有方同學，你係點樣定義低層次同埋高層次嘅快樂呢？同埋從來都唔代表人窮其一生係只係追求快樂呢兩隻字，呢個本質就係一種模糊緊概念，正正就説明人生所謂最高嘅追求就係快樂嘅本身，幸福嘅本身，快樂只係擁有幸福嘅自然附屬迴響。如果係按照反方嘅邏輯，咁我哋係咪都可以話人生嘅最高追求係呼吸呢？畢竟擁有幸福嗰陣時，我哋都喺度呼吸㗎嘛。但係好明顯，呼吸係一個生存嘅條件，而唔係人生嘅一個目的。快樂就係同一個道理，佢係擁有幸福嘅過程中嘅一個心理反饋，並唔係所有人行動嘅根本指南。歷史上有幾多志士仁人明知理想同埋幸福感可以帶嚟痛苦，仍然犧牲呢？仍然毅進前行呢？屈完任乾半時候快樂嗎？杜甫寫下朱門酒肉臭，老友凍死骨嗰陣時快唔快樂？乜醫生去搶救病人嗰陣時都快樂咩？佢哋追求緊係道義、係濟世、係美嘅創造，而唔係快樂嘅本身。甚至乎痛苦先係幸福嘅道路嘅試石金。如果快樂先係最高嘅追求，咁佢哋何必要選擇呢個荊棘之路咁辛苦呢？有方同學將快樂擴張成為精神滿足，實質上係偷換緊概念，將一切嘅價值追求、幸福嘅追求都包裹上快樂呢個糖衣，卻迴避咗核心嘅問題。當幸福同埋快樂成為衝突嗰陣時，有方同學你會選擇邊一方呢？如果你嘅答案係選擇幸福嘅話，咁咪即係證明咗快樂並唔係最高嘅追求。如果你嘅答案係快樂嘅話，咁即係幸福只不過係快樂嘅工具，咁係咪矮化咗人類理性嘅尊嚴呢？因此請有方同學正面矛盾，有方所謂嘅精神快樂，究竟係人主動追求幸福嘅本身，定係擁有咗幸福達成之後被感動而受到嘅附帶情緒？如果你係前者嘅話，咁不如講你係追求緊幸福感；如果係後者，咁就啱啱好證明咗快樂係幸福嘅影子，而影子點可以成為人生嘅最高目標呢？
因此，我懇請各位評判同埋有方同學認清，人生嘅高度係取決於我哋可唔可以喺多元價值嘅指引下，活出完整、深刻、具有重量同埋敘事感嘅生命，而唔係取決於我哋可唔可以累積一種快樂嘅單一感受。我方立場堅實而完整，我哋追求緊一個係有意義嘅人生，而呢個係偉大嘅追求入邊，快樂好自然咁成為咗我哋嘅同行者，同我哋相遇。多謝。犯方第二附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無超時，無需扣分。個人發言環節完結，現在會進入自由辯論環節。先由正方開始發言，每隊可自由控制5分鐘發言時間，但必須喺對方停止發言後立即開始發言。時間尚餘30秒，將有1丁。時間結束有2丁。該方辯論員必須立即停止發言。如果冇問題嘅話，自由辯論環節開始。正方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宋朝詩人講路有凍死骨嘅時候咧，其實當時係正係反映社會財富分配嘅不公。屈原投江嘅時候，正係因為國家衰敗，佢唔願意見到楚國嘅國力每況愈下。呢啲情況正係因為人民係不幸福，然之後導致不快樂。所以其實幸福，你嘅例子正係代表到幸福同快樂係畫上等號。我想講嘅就係，雖然幸福感同快樂都係啲正向情緒，但係佢哋嘅定義係完全唔一樣嘅。咁幸福係包含咗快樂同埋一啲唔開心嘅時候啦。咁如果你會選擇過住幸福而快樂嘅生活，就係幸福而悲傷嘅生活咧？咁我想反問翻有方同學，喺一個好著名嘅思想實驗入面，係講話如果你係得到咗無盡嘅快樂，但係你係虛無所有，嗰啲嘢根本係進入咗一個幻覺入面，咁你會唔會選擇係進入呢個幻覺？你會得到所有嘅快樂，但係你根本係一無所有嘅，咁你會唔會入去咧？我方頭先已經講過，快樂係分低層次快樂同埋高層次快樂。有方同學話頭先想描述嘅係低層次快樂，但係我哋係追求低層次同埋高層次嘅快樂，所以我哋亦都係追求高層次快樂嘅，所以我唔會進入。咁我想問有方同學，你點樣定義低層次同埋高層次嘅快樂咧？咁反方同學其實往往將快樂偷換成享樂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典型嘅稻草人論證嚟嘅。其實咧，痛苦咧係一個，其實我哋講嘅快樂咧就係一個即時嘅快感，唔係一個即時嘅快感，而係一個能夠支撐人長期承擔人生嘅一個幸福嘅狀態嘅。咁一個真正令到人願意捱苦堅持同埋負責任嘅咧，正係呢個高層次快樂嘅一個期待，包括呢個自我實現啦、尊嚴感同埋人生嘅完整性嘅。咁如果你咁講嘅話，咁自我實現呢樣嘢先至係人生嘅最高追求喎，唔係咩？就係你自我實現期間獲得嘅使命感，令你感覺到快樂，所以快樂就係你人生嘅最高追求。啱啱我問有方同學，如果你可以揀幸福而快樂嘅生活，淨係揀幸福而悲傷嘅生活嘅時候，有方同學迴避咗個問題，你可以解答一下。咁如果係話使命感嘅話，譬如你話消防員去入去火場救人嘅時候，佢會覺得幸福。咁我哋係咪每一次入火場之前，我哋都要考慮，咁我去救人呢樣嘢係咪會令我幸福先至去入火場咧？我想問。有方同學，我想問你頭先個消防員呢個例子，你有冇試過幫人啊？有啊，成日做義工噶喎。咁我想問你啦，你係成日做義工嘅時候，你係咪會感覺到快樂咧？一定㗎，因為我會覺得佢哋好慘咯。正就係呢種感覺啦。正如頭先你講到，消防入火場去救人，的確例如雲福苑咁死咗好多嘅遇難者，但係當中都的確救到好多唔少嘅生還者。正就係呢個感覺，所以啲消防員點解佢哋仍然去選擇入火場，即使係唔開心啊，但係佢哋救到人呢個意義帶俾佢哋快樂，因為佢哋拯救條生命，令到個生命嘅生存，令到嗰個人得快樂，所以佢快樂啊。
但係我明知呢個工作係會有風險令到我唔快樂嘅話，咁點解我仲要追求呢樣嘢？因為你話快樂係最高嘅追求嘛。咁我明知佢唔快樂嘅喎，有風險嘅喎，點解我仲要追求咧？有班同學點解會覺得消防員係唔快樂咧？其實馬斯路個三角形其實最低即係最低層嘅快樂咧，就係生存啊嘛。咁但係當其實更高層次係自我去實現自己理想。咁其實消防員咧，正係願意付出自己少少嘅低層次快樂，去實現完成自我，去實現更加高層次嘅快樂咯。咁其實你就係混淆咗呢個自我實現同埋快樂嘅呢樣嘢，同埋回答翻啱啱有幫同學嘅問題。我會揀幸福而快樂嘅生活，但係唔係因為我會因為快樂所以而揀幸福而快樂嘅生活，係因為幸福係因為更加多嘅實現自我嘅機會，所以我先會揀嗰個，而唔係就咁兩分，就係話我因為要快樂所以幸福，因為悲傷所以唔幸福咁樣咯。但有方同學提出咗好多唔同自我實現嘅例子啦，例如去做消防員救火，例如你頭先提過你嘅同學會去做義工，會去幫人，咁的確上呢啲係自我實現。咁頭先都講過啦，你去做的確你可能見到佢哋會覺得唔開心，咁但係你幫咗人，唔係講到就可你喺自我實現嘅途中幫到人，或者自我實現嘅時候幫到自己，咁唔係當中可以感受到快樂咩？其實有方同學講嚟講去都係講緊話，就係自我實現先係最高嘅目標嚟嘅喎。其實簡單啲嚟講咧，如果一個人履行責任只係換嚟待續嘅空虛或者痛苦同埋自我嘅損耗嘅話，咁呢一種所謂責任人生本身就係會受到質疑嘅。換言之，意義唔係同快樂對立嘅，其實意義就係快樂嘅來源之一。所以一個令到一個人感到驕傲、安心、無愧於己嘅人生，本身就係一種深層次嘅幸福狀態，就係開心。咁所以有意義呢樣嘢先至係我哋要追求嘅，然後快樂只係一個副產品咯，佢只係會存在嘅，我哋可以去追求，但係佢唔係一個最終嘅目標咯。其實頭先我方已經係不斷咁講過，其實意義係實踐快樂嘅非常重要元素。我唔係好明白點解有方同學依然係堅決係快樂同埋意義係一定要取捨。咁我都想反問翻你哋有方同學，你啱啱話有一個分低層次嘅快樂同高層次嘅快樂，咁如果你點樣去用一套準則去分別低層次同高層次咧？咁如果你有呢套準則嘅話，咁係咪代表嗰套準則先係凌駕於快樂咧？當然唔係啦，冇錯，的確上快樂我哋可以有個準則去定義何謂低層次同高層次嘅快樂。但係咧，快樂咧除咗係剛才提到唔同層次之外，亦都係每個人當然有唔同對於快樂嘅定義，但呢個只係一個參考指標。正如咧係一首著名嘅一首廣東歌《快樂》，由許冠傑嘅廣東歌《快樂》講過，快樂係離開都市嘅煙塵，快樂係回家往浴缸一浸，快樂係一首好歌嘴裏哼，一張漫步，一杯香檳。快樂係嫌妻給我嘅精神，快樂係兒子親昵嘅一吻，快樂長伴我呢一生，因為我係快樂人。正就係因為我哋呢一生都係追求緊快樂，而快樂都係我哋擺喺人生最高嗰層嘅最高追求，所以我哋先至會去嘥時間去諗點解要分呢啲唔同嘅實驗。其實如果要成個社會去成長嘅話，根本一定要取捨快樂呢樣嘢，因為譬如我有一個政策，然後一定有啲人係唔會滿意，一定有啲人係會滿意，所以一定係要取捨先至令到成個社會成長。如果唔係嘅話，我哋都唔會喺度啦。咁同學啱啱問我哋自我實現點解唔係先係最高咧？因為除咗自我實現之外，快樂係更加重要。啱啱有班同學舉咗消防員嘅例子，咁其實除咗消防員啊、老師啊、醫生啲例子咧，其實佢哋有時可能佢哋面對一啲抑鬱啊、好奇嘅情況，佢哋甚至係會選擇自殺或者離職或者轉行。咁樣嘅話，唔係更加係證明咗佢哋更加係想除咗自我實現之外，佢哋係更加重要係追求快樂咧。咁既然你都講到話，每個人都有自己對快樂嘅定義，咁係咪即係如果有個精神病患者覺得殺人好快樂，咁你係咪都覺得呢個係真正嘅快樂啊？正方自由辯論發言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利用餘下嘅2分09秒嘅時間發言。準備好，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2分09秒。2分09秒。哦，記錯。
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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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所以其實我方都係想強調，快樂先係過程嘅動力，而係現實目標先係嗰啲係嘅資源。咁定義咧係快樂為人生最高嘅要求咧，實質係一個本末倒置嚟嘅。咁翻返去啱啱我方舉嘅呢個例子，如果一個被藥物控制嘅人，永遠只係喺藥物之中尋求快樂，咁佢係咪已經達到咗佢自己人生嘅最高追求咧？你哋分咗好多低級嘅快樂同埋高級嘅快樂，咁呢個真假嘅標準，你又點知佢係咪真係快樂咧？然後呢個標準係咪又凌駕於快樂嘅價值之上咧？咁如果你覺得呢個係一個極端嘅例子，咁但係呢啲極端嘅例子先係去評判一個驗證呢個原則嘅邊界啊嘛。咁如果你呢個快樂係最高追求嘅呢個定義係咁容易被動搖嘅話，咁係咪真係代表你哋嘅立論係非常之脆弱咧？然後喺呢個社會價值上面，快樂係可以推動到一個社會嘅進展，但係如果所有人都係追求自己嘅意義，喺自己嘅工作上面揾到佢哋自己嘅意義，亦都係可以幫助成個社會發展，先可以推動到成個社會去前進、去進步、去發展到更加多嘅資源、更加多科技，去帶領成個人類社會嘅進步。所以我方始終都係堅持快樂係一個行為上面嘅副產品。我哋唔會否認快樂係一個對我哋人類社會、對我哋嘅生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點。但係我哋始終追求嘅係自我實現，追求嘅係實現自己嘅完整性。咁嘅話，其實係快樂先係我哋喺實現呢個過程，喺追尋我哋理想嘅時候嘅一個副產品，係一個附帶嘅一個愉悅嘅感覺。多謝大家。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休息3分鐘。
呢個試咪。休息時間結束，比賽進入結辯環節。而家有請反方結辯出場，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咪試咪。主席、評審、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喺成場辯論入面，對方都試圖令我哋相信人生嘅最高追求就係快樂。但經過深入嘅交鋒，我哋發現有方嘅立論係建立喺3個脆弱嘅基礎之上。第一就係對定義嘅無限擴展，有方將快樂擴張為一個包含意義、成就、道德感在內嘅萬能標籤。但若咗一切有價值嘅體驗都係快樂，咁快樂一詞就會失去佢嘅內涵，而辯論亦都會失去意義。我方始終堅持快樂係主觀且短暫嘅情緒感受，佢無法容納需要痛苦淬煉嘅價值，就好比我哋無法用甜一字去形容所有複雜嘅味道。第二就係對因果嘅刻意顛倒，有方不斷宣稱人生追求意義、責任、創造，最終都係為咗快樂喎。呢個就係典型嘅目的論謬誤咯。一個媽媽漏夜照顧佢病咗嘅仔，支撐佢嘅係愛同埋責任。事後佢可能感到欣慰，但係欣慰嘅係行為嘅副產品，唔係佢嘅目標。將人類一切高尚嘅行為都歸咎於追求快樂，係對人性動機嘅粗糙理解。第三就係對社會模型嘅不切實際。有方描繪咗一個以快樂為導向嘅和諧社會，但若果以快樂為最高嘅準則，咁社會入面又由邊個嚟承擔嗰啲必要但係唔快樂嘅工作呢？古羅馬嘅麵包與馬戲並未為國家帶嚟強盛，反而係附屬咗呢個公民精神。呢個只追求快樂嘅社會，將冇人再願意喺深夜入面守護安全，喺難掩惡臭嘅污水道嗰度作清潔同疏導。跳出攻防，今日我哋討論嘅本質係人應該以一個咩嘅姿態去面對生命。有方將人生最高嘅追求還原咗一種本能，就係追求快樂，逃避痛苦。但係我方想提醒各位，人性嘅光輝正在於我哋能夠選擇超越本能感受嘅價值。人之所以為人，唔係我哋能夠感受幾多嘅愉悅，而係我哋能夠喺黑暗中點燃一個名為意義嘅火把。當司馬遷忍受公刑之辱，埋手寫出史記嘅時候，佢追求嘅絕對唔係快樂，而係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嘅史家使命。翻到平凡生活，一個工匠反覆打磨作品嘅雙手，老師批改作文到深夜嘅燈光，子女守喺父母病床前嘅背影，呢選擇嘅背後係愛、責任、創造同埋傳承。呢價值遠比快樂兩個字沉重，亦都深刻得多。我方從未否定快樂嘅價值，快樂係生命入面美好嘅禮物，但呢個禮物唔應該成為我哋最終極嘅追求。因此，我方主張人生最高追求係喺有限嘅生命入面實現人嘅完整性，通過承擔選擇、克服挑戰、連結他人、創造價值，令自己嘅存在成為一個有意義嘅結點，而唔只係一個感受嘅載體。最後，想請各位都思考一下一個古老嘅意象：神話入面嘅西西弗斯，佢俾懲罰要喺地獄不斷將推一塊巨石上山。如果佢只係追求快樂，咁呢個無疑係一個最殘酷嘅刑罰。但哲學家加繆佢話，人必須想像西西弗斯係幸福嘅。呢種幸福唔在於石頭停留喺山頂嘅瞬間啊，而係在於佢全身投入呢個無盡過程時嘅清醒同埋反抗。在座咁多位，人生或者本無意義，但正因為咁，我哋先得以自由咁賦予佢一個意義。呢份喺虛無入面築起殿堂嘅勇氣，即係人類精神最崇高嘅追求。多謝各位。
我哋請正方協調出場，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當你時候，請向計時員點頭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有幸嚟到倫敦市同西安大略大學陸韻中文電台切磋辯技，絕對唔係一件簡單嘅事。由邀請參賽隊伍夾期、安排交通同住宿，到籌備辯員代表技術支援同辯論嘅內容，背後其實付出咗大量時間同埋心力。呢場比賽得以順利進行，有賴友方隊伍同一眾評判嘅鼎力支持。西安杯粵語辯論賽旨在培養批判思考同埋邏輯思維，加強安大略省各大學嘅香港學生之間嘅連結，以及透過貼近生活嘅辯題推廣並且傳承粵語文化。既然係一個充滿文化同埋公共價值嘅活動，咁係咪就代表我人生嘅最高追求只係意義本身呢？咁就當然唔止啊！成功舉辦一場辯論比賽所帶嚟嘅成就感、滿足感同埋內在肯定，就正正係令我獲得更高層次、更加長遠穩定嘅快樂。有翻同學今日提出幸福、道德、意義等多種嘅人生目標，嘗試從快樂進行比較，但係始終唔能夠解釋到點解快樂先係最終嘅目的。有方同學一直話我哋無限擴張快樂嘅定義，但係其實有方同學從來都未能夠準確地提供一個點解快樂唔係人生最高追求嘅，未能有效定義快樂。因此，認為有方同學需要更加詳細咁解釋點解快樂唔係最終目的。而有方同學提出有啲違反道德嘅狀況，係咪仍然需要容忍呢？我方就認為，佢即使違反道德仍然要犯法，咁唔係就證明咗快樂係更加重要、更加高嘅追求咩？咁大家試下一個問題：唔少人追求幸福咧，有方同學啱啱都冇答到我點解幸福之中係必然包含，的確必然包含波折同埋痛苦，但係佢哋願意接受。但係如果真正要你選擇，要去選擇，你要喺一個快樂咁幸福，就係雙收嘅幸福嘅時候，我相信所有人都會選擇用一個比較快樂嘅方式去度過佢嘅幸福嘅生活。而追求自我實現過程咧，有時的確係好艱辛，甚至需要犧牲生命。但係呢個事實就唔代表自我實現本身就係最高嘅追求，因為人之所以願意承受痛苦，係因為佢哋因追尋自我實現過程嘅驕傲、安心同埋無愧於己，係比自我實現有一種更加深層嘅安定、肯定同埋快樂。而多大粵辯社舉辦辯論比賽所追求嘅實踐，就係我哋珍重嘅價值，從而獲得快樂。我哋希望唔單止係有意義，如果話只係有意義而全部都係痛苦嘅比賽，亦都唔係我哋追求嘅人生。就算結果未如理想，我哋仍然會為自己、為加拿大辯解努力過而感到快樂。呢個正正説明咗快樂先係最終嘅目的。睇返今日嘅辯題要求我哋環顧一生，檢視人生中嘅各種決定同埋抉擇，係咪基於通往快樂嘅目標而作出？而現實中咧，香港嘅公立醫生咧、老師、人權工作者、前線記者、社會高度肯定佢哋自我實現同埋佢哋嘅意義，但係長期嘅壓力、無力感同埋情緒嘅浩劫咧，就往往迫使佢哋離職同埋轉行追尋一個更快樂嘅生活。咁就更加證明咗意義如果冇快樂嘅支撐咧，自我實現亦都冇如果冇快樂支撐咧，係撐唔住一生。有方同學今日唔願意承認，就係人之所以能夠承受追尋公義嘅痛苦，正正係因為佢哋最終係快樂，而唔單止係嘻嘻哈嗰種快樂，而係覺得自己活得有價值，又或者係苦盡甘來嘅會心微笑。評判在座各位，聯合國每年發表世界快樂報告，香港嶺南大學公布兒童快樂指數，不單更加將國民快樂總值納入主要發展指標，唔係就正正反映咗世界各地都明白快樂係一樣需要被正視、被追求，而且極高價值、極高難度嘅目標咩？諗下，如果今日嘅辯論比賽只有痛苦、冇成就感、冇滿足感、冇任何快樂，就算佢再有文化意義，我哋又點會繼續坐喺度討論快樂係咪人生嘅追求呢？雖然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目標，但係快樂雖然係主觀，但我哋都有屬於共同追求嘅事情，就係快樂。因此，快樂係人生嘅最高追求。多謝各位。無需扣分。比賽結束，
等評判完成分節之後，我哋將會邀請佢哋逐一講評語。而家大家可以稍作休息。辛苦晒，辛苦晒。冇錯啫，係呢個。電話快講。三個兩次答，唔係四個，sorry，四個兩次答。你實係唔會相信你打電話，而家冇打過添。四個冇答過，sorry。四分鐘Hello Cannon，我哋見到咧你嗰個分字咧仲未填呢個隊伍嘅整體表現，即係兩邊嘅都係。如果你介唔介意可以填翻俾翻個分佢哋？唔好意思，你熄咗咪聽唔到我哋。你俾少少時間我，因為咧我係用 Mac 嘅，我係開唔到 Excel 嘅，所以我而家要轉翻俾你嚇。我喺個自己嗰個Google 嗰度做咗，我俾1分鐘我嚇就嚟得啦。好，冇問題，唔該晒，慢慢啦。好快好快，我 send 翻俾你啊，定係點啊我 send 去 email address 得唔得啊？你可以 send 翻我哋 utcds.general 嗰個咯，我哋幫你入翻咯。睇下先，定係阿 Patrick 嗰個睇下先嚇，我等我先。嗯。
Hello Ken。或者你俾啲評判可以講嘅嘢先，咁我整俾你啊，好快。係 hello Ken。好，而家有請各位辯員同埋觀眾就座。而家我哋會邀請各位評判逐一講評分。我哋先由袁明熙先生分享下評語先啦。好，咁可能我開始講先啦，係啦，聽到嘛 ？OK 嘛？聽到。OK 係啦，咁我睇下啦，好快咁通常都唔會好快嘅啦，最後都係啦，最後我講我嘅睇法啦。OK，咁其實我覺得你哋即係比起一般揀一啲可能時事啊、政策嘅辯題去辯論咧，即係揀呢一種即係比較即係人生導向嘅辯題咧，即係其實有好有唔好啦。咁我諗即係最唔好嘅地方就係可能大家對於嗰個字眼嘅定義上嘅，只要一有出入咧，即係其實成場比賽好容易就會走咗樣啦。咁我覺得今日都有少少呢個情況啦。咁亦都咁樣講咯，我會覺得其實呢啲你睇落去都大家好似閒話家常嘅辯題咧，其實我個人覺得咧係最唔容易去處理嘅，係啦。咁而今日我覺得比較明顯嘅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大家對於快樂正反雙方對於快樂嘅定義其實係相當之唔同嘅。咁而你哋唔能夠拎到好大量嘅後面去支持。嗱，呢個係咁樣解㗎啦。咁其實咧，你最後嘅賽果可以係相當大嘅變化嘅，因為你最後就睇評判 buy 邊一個定義嘅啫。因為好老實講就係，如果我覺得我越聽越覺得你嗰個快樂唔係咁嘅喎，咁其實你再點樣有任何策略啊各方面嘅嘢咧，其實都好難去挽回翻即係評判嗰個睇法。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即係呢一類辯題，我覺得係難處理嘅呢個地方嘅。咁亦都唔怪即係大家啦。咁即係可以咁講啦，咁可能先講講啦，嗰個正方嚟講，我諗你要諗一樣嘢，或者你要考慮清楚一樣嘢，而去到比賽嘅後段，其實反方都有提出嚟嘅。呢樣嘢就係咩咧？就係你要諗下啦。我哋點解有快樂呢個詞語，或者其實點解有一個詞語咧？就係我要用嚟包含某啲嘢，然後用嚟 exclude 咗某啲嘢啊嘛。即係例如點解我要我個名我叫 Samuel 咁樣，即係嗱，除咗我之外，其他人就 exclude 咗出去。咁你點解叫有快樂呢樣嘢就即係有唔快樂啦？咁但係喺今日你哋，我明嘅，你喺個策略上可能你會覺得唔係嘅，我哋梗係將快樂定得越闊越好啦。咁呢個亦都好多時係喺呢啲叫做比較打定義嘅情況之下，即係正方需要做嘅策略，就係因為你咁樣定義闊啲，快樂話咩都係快樂嘅，咁你好似容易啲論證啊嘛。咁但係你哋要留一樣嘢就係，你會唔會去膨脹到某一個位就係？今日好似所有嘢都係快樂，而如果你走到呢一步嘅時候咧，其實我即係作為旁觀者，有啲可能就會覺得好難去討論落去啊。
因為例如你提到嗰個馬斯洛嗰個金字塔啦，但係根據你嘅講法咧，其實金字塔每一層都係快樂嚟嘅。我人生基本上咧，我所有嘅行為咧，其實都係同快樂掛鈎嘅。咁呢個就即係出現咗個困難啦，即係嗱，無論我一係我就而家快樂緊，例如我觀感上嘅滿足；一係我正在快樂嘅路上嘅啫，因為我追求緊我人生終極嘅快樂。我人生嘅自我實現嘅快樂，我低層次嘅都係快樂。咁個問題，我越聽我就會覺得，喂，咁所有嘢都係快樂。咁其實點講咧？我抽離辯論比賽嚟睇啊，我當而我係對一個可能對哲理好有追求嘅人，我哋今日嚟旁聽呢場比賽。咁但係我聽完正方你一路咁講完之後咧，其實對於梳理我人生追求啲乜嘢咧係冇幫助嘅，因為你好似所有嘢擺晒落去都係快樂嚟嘅。總之嗱咁樣啦，係快樂咁樣就係快樂。咁你個定義去到太闊嘅時候咧，我就會有少少覺得，喂你令到個辯題有少少冇咗嗰個可辯性。即係好似話咁，你乜嘢都係你嘅，咁你一定啱㗎啦，咁樣係啦。咁而另外其實你所提供啦，咁即係你定義上係咁，咁你可能唯有揾啲教授啊，揾啲學者啊去支持啦。咁但係你要諗下，人哋嗰個意思同你哋嗰個定義可能係有啲出入。例如義父提到咧，一位學者講到咧，我覺得幾值得玩味嘅。佢係講咧，人生係被快樂嘅期望所包圍。唔係人生就係被快樂所包圍，我覺得幾值得大家去深思呢樣嘢。佢係講緊被快樂嘅期望所包圍，係啦。咁呢樣嘢即係你可以去諗下。而我覺得去到最後對正方有少少不利嘅就係，當快樂係所有嘢，我做咩都係快樂嘅時候咧，其實反而咧辯題係會唔成立嘅。點解咧？因為快樂係人生嘅最高追求嘛。乜嘢係最咧？即係一定要有嘢比較嘅，你有2、3樣嘢嘅。明唔明嗱？我最簡單舉個例子就係嗱，如果我同我老婆講，喂，你係我最愛嘅女人，咁呢樣嘢 make sense 嘅，因為可能可以我阿媽，可能係我阿妹咁樣，咁嗰個係我老婆。幾個人入邊我都愛嘅，我最愛我老婆。但係如果我同我老婆講，喂，你係我最愛嘅老婆咧，咁就唔得啦。即係除非我有好幾段婚姻，明唔明啊？喂，喺幾個老婆入邊咧，係因為最咧一定係牽涉到唔止一樣嘢嘅。但係偏偏你今日正方你哋嘅定義就變咗，其實我哋所有行為咧，都係同快樂掛鈎嘅，咁你就變咗啦。咁你揾乜嘢出嚟同佢打對台咧？咁我覺得呢個亦都有少少就落對你哋有啲困難就喺呢度啦。咁即係呢個係嗰個定義上啦。咁當然啦，對於反方你哋嘅定義就係其實只係一個觀感覺嚟嘅啫。咁我都有保留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去到其實我兩邊都覺得係有缺陷嘅。咁但係我就只能夠係我睇下我 buy 邊個多啲啦。咁呢個係即係亦都令到場比賽有少少覺得即係有少少可惜，我會咁講啦。咁另外好快講少少就係可能喺個策略鋪排或者颱風上面啦。咁我諗第一樣嘢就係其實我唔知大家今日都幾斯文啦，前半場比賽，我覺得唔係有太多嘅問題去嘗試去留難對方，大家都係講自己嘢。咁然後我覺得去到二副開始就入肉啦，或者大家開始摸到原來我哋講緊嘢完全唔同嘅。咁要嘗試去點樣？咁當中都提出咗有啲問題係，我覺得係幾到肉嘅。例如正方根據你嘅定義咧，因為你包羅萬象啊嘛，咁你就必須要處理一個難題啦。就係如果我係透過傷害人去獲得快樂嘅，咁我呢一種又應唔應該被允許咧？或者呢個我哋點討論咧？咁樣，因為你包晒所有嘢啊嘛，咁你必須要面對就係咁喺呢個情況點處理咧？咁呢啲我覺得去到比賽嘅中後段，都開始有攞出嚟討論，咁我會覺得係後面就會精彩啲。咁我分子上面咧，其實去到後面，可能我都係會即係俾得高分啲。咁係啦，咁大概係咁講。另外 sorry， 仲有最後一樣嘢就係，因為我本身都係打結辯嘅，咁即係多口講多句啦。其實你喺自由辯論嗰度咧，你花成分鐘時間喺度攞許冠傑嗰首歌，咁但係其實即係你自由辯論，其實時間好寶貴嘅。咁其實點解你哋唔考慮下，就係將許冠傑嗰首歌擺落去正方結辯嗰度，用一開頭1分鐘唱出嚟咧，咁我覺得咧，你即係成個效果就會好好多啦，即係個編排上係啦。咁我諗我主要嘅意見就係咁多，多謝晒。多謝袁永熙先生，而家有請陳彥良先生去分享佢對今次比賽嘅評語。大家好啦，咁我係
我係第一次做評判嘅，其實係啦。咁我利益申報先，利申先。咁我係本來係U of T 啦，CDS 嗰陣時叫嘅前主席。咁但係我今日即係今日打辯論嗰啲辯員，我全部都冇合作過嘅，所以咁應該係會盡量少啲 bias 嘅，係啦。咁其實我好同意阿 Samuel 所講啦，即係呢啲比較哲理類嘅辯題咧，其實我自己係幾 enjoy 嘅，即係我幾中意呢啲哲理類嘅辯題嘅。咁但係無可避免地嗰個定義上咧係會無可避免地係出現好多嘅分歧啦。咁今日正方咧係採取一個即係你哋係會有一個高層次快樂同低層次快樂呢種嘅區分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合理嘅，作為正方嚟講，因為你冇可能淨係去就住低層次嘅快樂而去論證辯題嘅。咁但係就係咁個問題就係你到底你個定義要去到幾闊咧？你要包到幾多嘢咧？即係高層次嘅快樂到底係要去到幾盡先至係個盡頭咧？咁呢個就係可能策略上你哋會再諗嘅嘢啦。因為你哋一定係會遇到對方係會針對住你呢個定義去攻擊你嘅，係啦。咁所以你喺防守上，你係點樣揀一個合理嘅定義，係你覺得你自己防守到嘅，因為每一個位置嘅時間都係有限嘅，咁你可能主辯提出咗呢個定義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可能一副二副位咧，你去鞏固翻呢個定義嘅工作咧係好重要嘅。咁但係我就覺得今日可能正方嚟講咧，副辯嗰個位有少少嘥咗，係冇去再俾多啲嘅論證咧去鞏固翻你自己一個定義。咁所以當係對方係咁攻擊你個定義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前場咧你防守你自己嗰個定義嘅工作咧係做得唔係幾夠足夠嘅。因為咧，你哋喺可能主辯一副嗰啲位咧，你哋會成日去用幸福呢個字眼啦。咁如果你喺前場嘅階段，你未將幸福同快樂呢啲概念好清楚咁釐清翻嘅時候咧，咁我作為評判咧，我可能會聽到啲混淆啦。到底幸福同快樂係咪同一件事咧？可以係嘅，咁但係你哋可能要解釋得清楚啲啦。係啦，咁至於反方咧，其實我覺得你哋嗰個攻擊力咧係比較足夠嘅，因為你哋係會用多啲嘅問題啊，掟多啲嘅例子去出嚟去刁難對方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正路嘅，即係作為一個打呢啲辯題嘅反方咧，你哋都係要有一定嘅攻擊力嘅。咁但係正方咧，其實都可以去作多啲嘅反擊啦，與其係一味防守，係咪？因為作為一個反方嚟講咧，其實今日呢條辯題咧，佢要否定快樂係咪最高嘅追求咧？其實佢可以有兩個可能性嘅。第一就係佢覺得有第二樣更高嘅追求比起快樂。第二咧就係佢覺得其實係冇所謂高低之分嘅追求嘅，即係所有嘅價值可能都係同等重要，或者係冇得比較嘅。咁我覺得喺呢個方面咧，反方係做得有啲模糊嘅，即係我喺主辯一副嘅時候咧，我未聽得清咧，其實佢覺得咧何謂最高嘅追求啦？即係如果快樂唔係最高嘅追求嘅話，咁我可能聽到啲字眼就係可能咩方向啊、意義啊等等啦。咁可能呢啲位咧，佢係去到二副結辯開始先至好再明確地先講出自己嘅立場。其實佢覺得方向或者人生嘅意義追求先係最高嘅追求。係啦，咁可能正方咧，如果你想攻擊力強啲，唔係淨係一味防守咧，你可以前場嘅時候咧，就多啲去質對方啦。即係點解你覺得方向先係最高追求啊？其實會唔會方向最後尾帶嚟嘅都係一種快樂感？咁即係你可能呢啲位可以做多啲嘅攻擊啦。咁至於自由辯嘅時候咧，我係覺得係嗰個交鋒咧係再精彩啲嘅，係因為你哋會真係攞到一啲概念咧去出嚟對撼啦。即係例如你哋會提到自我實現，咁就住自我實現同快樂係咪同一件事咧，都有一個比較深入啲嘅討論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今場辯論係一個好需要嘅嘢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嗰個討論咧喺自由辯咧都仲係未足夠嘅，因為可能你哋會舉一啲嘅例子啦，就係講緊消防員啊嗰啲。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與其去舉一啲比較 general 嘅例子，不如舉一啲再實質啲嘅例子。因為我唔會真係知嗰個消防員其實快樂係咪真係驅使緊去救人㗎嘛？因為你冇一個真係一個 quote 係話個消防員話其實我係好快樂嘅咁樣。咁如果你可能揾一個再 specific 啲嘅例子，可能一啲歷史人物或者一個好即係 specific 嘅人係真係可能有啲 quote 係講過話佢咁樣做係為快樂嘅，或者佢即使佢唔快樂，但係我都會仲去追求人生某啲嘢嘅。咁我覺得可能如果用啲實際啲嘅例子去講嘅話咧，我就會聽得即係會個說服力會比較強。咁同埋你要論證快樂同埋自我實現係咪同一件事嘅時候咧，咁可能就要討論嘅就係快樂同自我實現呢兩樣嘢到底係咪可以獨立存在咧？會唔會有人係自我實現得嚟，其實又唔快樂嘅，或者係定係呢兩樣嘢係必須係同時存在嘅咧？咁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要去釐清一啲概念嘅話咧，係要再深入啲咁去就住邏輯去講啦，同埋去舉一啲實際啲嘅例子咧，去論證唔同嘅概念到底係咪相同或者唔同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
就係呢啲哲理類辯題嘅一啲難嘅地方啦。咁至於組織嚟講咧，其實我覺得今日大家嘅組織咧都係非常之好嘅，即係我都睇過上一次你哋打醫療系統嗰場咧，即係CDC 嗰方面，咁我就覺得今次你哋嘅組織咧係做得比上次好嘅，即係起碼主辯稿啊嗰啲副辯稿啊都會去可能分point one、point two、point three 咁去講，比較容易抄到 notes 嘅，係啦。咁反方嘅組織都好啦。咁但係我就覺得正方咧，其實你哋個好處咧就係你哋會比較你哋提出咗3個論點啦，咁你哋個 follow up 係比較足嘅，即係你哋除咗主辯講完之外咧，副辯咧都會去再加強嗰啲論點啦，因為你哋除咗個人嘅論點之外，亦都講到社會啦，咁可能你哋副辯嘅時候咧就會舉出多啲嘅例子去論證社會嗰方面啦。咁我覺得反方咧就係你哋嘅好處咧就係你哋攻擊力強啦，但係你哋對於你哋論點嘅 follow up 咧就有啲唔夠啦，即係好似有少少一味掛住攻擊對方，去插人哋嘅定義，但係你就有少少忘記咗，其實你主辯都有提出3個論點嘅，咁可能喺你哋嗰個主線嗰個 follow up 方面就可能要再做得好啲啦。咁但係我覺得其實 overall 今日大家都係表現得非常好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嗰個辯論經驗係幾多，但係其實我覺得大家個表達能力啦，同埋你哋嘅詞鋒都係足夠嘅。咁學 Sammy 話齋啦，我覺得可以大家再問多啲唔同嘅問題俾對方，嗰個攻擊力會再強啲嘅，或者可以用一啲例如歸謬嘅方法啊，即係用一啲比較多嘅一啲邏輯嘅技巧咧，去論證對方嘅論點咧係有幾咁荒謬，咁樣聽出嚟咧就個辯論感嗰個攻擊性咧就會強啲嘅，係啦。咁但係我覺得 overall 今日大家兩邊都做得好嘅。多謝陳彥麟先生。Kenneth，我想問你個評分係完成㗎嘛？係咪？你收唔收到？我 send 咗出嚟㗎啦喎。係咪喺嗰個 Zoom 嗰度啊？唔係喺 email 度。你 check 一 check 有冇 email？我哋收到啊。咁不如我哋講下評語。係 OK，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哋要計多少少分，唔好意思。OK，好。咁首先多謝大家邀請啦，同埋都係多謝同學喺呢個大風大雪之下都去即係參與呢個辯論比賽啦，都堅持用呢個廣東話去做一個辯論，咁都係絕對值得大家俾啲掌聲，大家啦，都係一個好難得嘅一件事嚟嘅。今日好多 event 都取消咗啦嚇，咁你哋都係繼續堅持咧，都係好好嘅。咁整體咧嗰個表現都係即係頭先兩位評判都講咗咧，都其實都係幾好嘅。咁我就做咗好多年評判嘅，調翻轉咁咧就又好耐冇做啦。最上一次就啱啱你哋飄書嗰次啦，咁啊做咗一次，咁咧都係即係見到你哋而家多翻啲去辯論咧。咁嗰個技巧啊各樣咧，大家就會好啲，即係做多啲咧，所謂熟能生巧咧，希望大家可以即係喺呢方面可以有改進啦。咁咁講翻其實咧講翻個辯論比賽本身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啲咁嘅辯題咧，好似第一位評判所講，其實大家各有各辯論咧，或者各有各定義咧，咁都係正常嘅。因為呢啲就係你正方就係用一啲對你有利嘅 point 去定義啦，咁反方就應該用對你哋自己有利嘅方法去定義。咁所以當然啦，困難咧始終係喺正方度，因為你一定要立論好強，你要界定個快樂嘅定義係乜嘢？當然你有嘗試去界定嘅，咁即係唔同嘅層次又好，咁即係但係咧嗰個點樣為之係唔同層次咧？係嗰個範圍包括咩？呢個就係一個即係你有冇一啲嘅論據可以 support 你，或者有冇一啲其實好多西方同埋中方嘅都有好多啲哲學家喺呢啲地方度又係有講過嘢嘅，即係有啲所謂有啲可以比較可以 call 到佢哋嘅，去令你哋嘅立論或者你嘅定義成更加有力。咁你哋可以即係用多少少嘅。咁譬如其實快樂亦都有分短期同埋長期嘅喎。我而家短期快樂同長期快樂其實又係兩件事，即係除咗層次之外，係咪？即係你都要掂下。譬如我而家短期呢個梅菜扣肉好開心，我食呢個梅菜扣肉好開心。但長期我係好大鑊嘅，咁即係你有啲嘢你短期係快樂，但係你長期係有問題嘅，對你身體有健康有影響嘅。即係有啲嘢係短期快樂即係唔等於係長期會快樂。咁所以係咪喺個正方嚟講嗰個定義一定要立論立得好
好準確、好有力，咁先至能夠俾你即係無論係一辯啊、二辯一副二副咧，去俾例子去可以繼續去 develop。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俾反方挫散，或者即係變咗嗰個唔夠力啦嚇咁樣。咁但係反方咧睇翻咧，其實佢都幾好嘅。特別喺即係都係評判有講啦，即係中後期開始咧，比較可以話上到軌道啦，可以比較多去反擊正方，但係好似都係好散啊，即係逐樣講一句，逐樣講一句，咁唔係好即係我哋叫提綱挈領，去即係帶出一啲嘅重點咧，可以好強力咁樣去。即係反駁正方嘅，咁所以咧有即係當然即係大家都係有成功嘅地方，亦都有唔夠做得唔夠好嘅地方啦。咁所以由二副反方二副開始咧，我就覺得開始即係能夠帶出一啲點咧，能夠反駁翻究竟即係正方所謂嗰個最高嘅追求係咪真係快樂咁簡單咧？好多嘢都可以即係開始。即係質疑到嗰個正方，咁但係正方咧到後邊二三副，即係亦都有評判提過咧，好似唔係好去夠力去延續翻主辯開辯得唔錯嘅，亦都有一啲嘅call到一啲嘅其他嘅言論去支持你啦。咁但係一二副就個內容方面其實係比較薄弱嘅，即係唔會加咗好多嘅內容喺嗰度，令到我可以喺內容分度加多啲嘅。咁反方咧，其實嗰個可以再諗多啲嘢啦。譬如你哋，我唔知點解你要用都有評判提過，點解會用消防員咧？你哋大家都用，其實我會覺得，如果喺反方嚟講，不如用軍人啦。其實大家更容易講，有啲軍人其實就係預咗犧牲嘅，基本上。咁但係佢係咪要做呢一樣嘢咧？咁你肯定就唔快樂㗎啦！我唔知邊個做軍人可能好快樂嚇，除非你真係好中意殺人嘅啫。就算嗰個敵人你想殺人，其實你都唔會快樂。但係你點解要做咧？好似喺正方結辯，我就唔係好同意。佢話公立醫院嘅醫生啊、社工啊呢啲啊，點解佢會轉工咧？因為佢要追求快樂。咁點解即係當然佢係最撚尾講嘢嗰個，但係如果唔係就係咁，點解仲有咁多公立醫院嘅醫生同埋咁多嘅社工咧？咁點解有啲人唔轉工咧？因為佢就係有更高嘅意義，有更高嘅追求。其實如果係咁嘅，我哋做新聞工作者冇人會做㗎，人工又低，又咁辛苦，係咪？即係其實好多嘢唔係真係快樂咁簡單。其實好多嘅哲學家中西方都講到，即係亞里士多德亦都講好多係點樣嘅道德實現啊。宗教嚟講，佛教亦都好多係超越要做嘅人生應該超越苦痛嘅，應該唔關喜唔喜樂、快唔快樂嘅。呢樣嘢係應該更高嘅層次嘅，即係好多嘢其實你可以好多嘢其實都可以幫到你去將個層次提升，而唔係喺快樂咁簡單。因為好多無論喺哲學，好多喺宗教上都唔係停留喺快樂咁簡單。如果我哋嘅世界真係 only 尋求快樂咧，咁就我哋好大鑊。我哋呢個世界係好可悲㗎啦，就係正係有好多人唔單止尋求快樂。咁然之後咧，我哋嘅社會先有啲人有啲意義嚇，我哋有啲 meaning 嘅嘢。點解咁多人去幫人？就係因為當然啦，助人都會快樂之本，但係好多人係犧牲咗自己去幫人嘅。咁嗰個就係一啲嘅犧牲精神，其實係呢個係我哋應該去追求。咁所以兩邊都有啲嘅例子嘅，咁但係我覺得反方亦都可以有更多嘅例子，或者更多實際嘅一啲現成嘅一啲無論喺哲學啊，無論喺一啲嘅名人嘅言論咧，其實都可以幫到你哋。咁我淨係最尾想講多一啲嘅就係仍然有同學嘅eye contact 係好唔夠啦，講得唔清楚啦，同埋嗰個聲線大唔大聲啦，都係需要嘅，因為你始終係一個 public speaking 啦，需要個聲線係要我聽到你講嘢。咁加埋我哋而家喺個咪度啦，咁所以快慢都仍然需要注意啦。有啲都係好快，咁有啲又會比較，但係 overall 係做得到嘅。我想講嘅就係，我想讚下反方嘅結辯啦。咁我覺得做得非常之唔錯嚇，因為即係其實你哋由反方，其實初頭我係覺得正方做得好啲。嗱，我唔知at the end結個分出嚟係幾多，可能好 close。我覺得初頭係正方有優勢，但係去到後期咧就反方咧就可以比較多啲嘅反擊，而正方又冇乜加到新嘅理論落去咧，新嘅內容啦。所以
加埋嗰個反方嘅結辯咧，我覺得做得好出色。咁所以我唔知最後尾嗰個總分加出嚟係點樣，但係雙方嘅分數係接近嘅。咁有好有唔好啦。咁如果做得唔好嘅，希望下次做好啲。咁啊做得好嘅，你覺得咁啊最緊要都係等於快樂，唔一定係贏咗嗰個先快樂㗎，個過程都可以快樂㗎嚇。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enjoy 嗰個 debate 係嘛？多謝大家。唔該晒李立本先生，亦都唔該晒其餘幾位評判。我哋而家宣布比賽嘅賽果。首先宣布最佳辯論員，得到最佳辯論員嘅係反方結辯黃君豪。而家宣布賽果，由李立本先生評判投出勝出嘅隊伍為反方。由余明希先生投出勝出嘅隊伍為反方。由陳彥良先生投出勝出嘅隊伍為反方。比賽結果為0-3，反方勝。今日嘅比賽已經圓滿結束，再次唔該晒3位勞苦功高嘅評判，希望各位辯論員同台下嘅觀眾都享受比賽同獲益良多，期待喺不久嘅將來再一次見到大家，多謝各位。喂，可唔可以俾所有辯員都一例掌聲？大家，而家咧想幾位評判攞留課，我哋都想影翻張大合照嘅。各位辯員同埋評判咁樣，可能影翻張相咁樣就。你睇咩？所有人圍住兩部。好啊好啊好啊。對，好吧，這個。Ambrose say you're free 嘛？都得。四個咯，係咯。PVP 可以企埋少少。係。有冇？你邊個？然後係3、2、1。OK。睇下大家會喺評判走之前有冇啲咩想問下佢哋，或者有啲咩 comment 想跟進下咁樣，係咯。呢張相一定要 send 翻俾我，我係未試過咁影相。email 俾翻你咯，好。係，唔該。大家會唔會有其他嘢想問評判？如果冇嘅話，我哋就結束個消息。你喺度嗌得㗎，你喺度問得㗎。問下Gigi's brother 但呢個問多次佢。冇嘢啦，冇 question，OK 啦，好。你哋問。有冇到？我想問下。辛苦晒大家，辛苦晒你安排。評判聽喺度嚟講。係你安排。係咪有條問題？我就想問下有冇啲嘅想俾好凍啊！我就見喺書本。我哋可唔可以係咁播翻？我成日都用唔到我個咪，即係個咪攞過嚟。喂，
係聽到。可能因為啱啱背景有啲嘈啊，係啊，我哋問錯前先啊，正方結辯想問下你有冇啲咩 specific 嘅 comment 想俾佢咯？我覺得佢好緊張啊結辯，即係中間佢一棘咗之後咧，佢跟住就亂晒龍。我唔知啊，你嘅其他評判咧？我覺得可能我唔知你份稿係點樣寫啦，但係我即係如果可以冇咁緊張咧，我就係會可能寫定個框架先，即係因為你聽到對方個結辯佢係有話咩今日其實對方咧係有3個基礎嘅謬誤嘅咁樣，咁其實你唔一定要寫得好實嘅份稿，咁但係你可能已經起碼有個類似嘅框架，就係對方有3個盲點嘅，對方有3個謬誤嘅咁樣，跟住你再去現場嘅時候，你再塞翻啲入去咧，咁你有個框架嘅時候咧，你可能自己冇咁緊張啊，咁你聽落咧評判嗰個你個組織能力都強啲嘅，係啦，就係咁。我印象中我係第2次睇你比賽，但係我記得第1次你係放啲嘅，咁所以你問我個 comment 就係，即係其實你可能你個 style 係可能會放啲玩難唔同嘅嘢，咁唔需要，即係反正呢條辯題仲更加適合你玩添，咁反而我覺得有啲略嫌拘謹，同埋一開頭有啲沉氣，即係你要交代，即係你試咪稿講就話啫，即係嗰啲即係點樣安排住宿啊嗰啲嘢，所以即係我嘅 comment 就係你不如就將 3D 嗰個攞出嚟一開頭唱出嚟，可能我覺得更加啱你 style。同埋我覺得你肯嘗試答係好嘅，但係其實我諗你一路答你自己都知唔係好答到，就係對方問你即係傷害人先獲得快樂嗰條問題。咁我覺得其實你都知道好似唔係好答到嘅。咁其實你都去到最後一個咯，咁你一係就唔好提咯，我覺得，即係你唔係好有信心去回答嘅，咁一係就側膊，但係你又好似有啲我聽到嘅，我知道要答嘅，咁呢個位係緊要嘅，因為我諗每個評判都聽到嘅，咁但係你哋真係冚唔到一個好嘅答案嘅時候，咁反而我會感覺到你有少少喺嗰個位唔係好 firm 咯，係咯，即係呢個我嘅 comment 啦，係啦。係你問緊係正方結辯啊嘛，係咪？係嘛？正方結辯，係所以我見你中間係即係一棘咗，因為正如係話你既然係結辯，其實你唔好即係太睇稿咯。當你一睇稿睇個 Q 卡睇太緊要咧，你一甩咗，你唔知你我見你睇唔到啊嘛。我見你甩咗，跟住就望喺度揾翻跟住接落邊度，跟住你就接到有少少亂咗，所以即係你記住，你既然係結辯，你已經 prepare 好晒咧，基本上當然你可以好似評判咁講，你應該 free 啲，即係你唔好望稿啦，即係你唔好咁望，你攞住幾個 point 就去砌啦。咁你反而咧可能嗰個發揮仲好啲，因為你一望稿你一甩咗，哎呀死啦，唔知望咗邊行，或者唔見呢個字，或者寫得太潦，你一甩咗咧死唔知講緊乜，咁咧你就開始有即係亂咗，跟住咧都唔係好得啊。嘗試企翻定啲，不過已經亂咗陣腳啦，咁所以咧都幾麻煩咁啊。所以放即係或者不如放啲去做，唔好睇咁多，唔好睇咁多 Q 卡就去打啦。咁可能會好啲，係即係我都幾中意你個人風格嘅，我覺得你個風格好夠嘅。咁但係點樣可以放啲咧？即係點樣釋放你個風格出嚟咧？就係我就係覺得就係你可能有幾個 point 係唔使好實嘅，但係你已經有個框架啦，你知道大概你嗰4分鐘係會點樣用咗嗰4分鐘去嘅，咁你咪可以放咯。因為你已經即係你就算你 lost 咗，咁你都起碼你可以跳翻去，我知道我下一個 point 就要講呢樣嘢，咁你起碼有個 structure 俾自己嘅時候，咁我覺得係一個可以釋放到你嗰種風格嘅一個要素，一個前提咯，係啊。好啊，開晒，我唔打擾大家時間。唔緊要，唔係唔緊要嘅，次次表現都唔同啊，同打波場唔一樣嘅，咁啊下次發揮好啲得啦。多謝晒。你係咪 Year 4啊？係啊，我可能冇得再打啦，因為其實我多問題都嘥氣。我想睇你再打啊！第3再打咯，好啊。因為其實我啱啱係，因為我係從來冇諗過對方係會即係將快樂 compare 同自我實現咯。所以其實我係諗唔到點樣比較快樂同自我實現嘅。我一直係咯。好啊，仲有冇其他人想同評判交流下或者問下嘢㗎？冇，有冇好 last call 好，咁係。Hello，你好啊，我就唔係辯員嚟嘅，但係我係Western Ontario 呢邊嘅
電台社長啦，叫做係啦，想講聲多謝咁樣啫，就多謝你哋做今次嘅評判啦，亦都希望如果下一次去多倫多打粵辯嘅時候，可以見到你哋咁樣咯。係。好啊，好，希你望下次哋你哋有冇 connection 喺McMaster 啊？McMaster 咧有 connection 嘅，但係我哋可能要再傾一傾咁樣啦。OK，因為我依家喺 McMaster 嗰度讀緊 master，哦，咁咁如 OK，果你而家有咗 connection 啦，即刻。即刻好之後問翻佢哋攞翻個 email，佢有 connection 啦，佢。好，再傾。咁我想講多兩句啦。咁你哋個電台幾得意喎？喺 under 你個大學裏面有個中文電台噶嘛？係嘅，我哋係大學入邊有一個叫 Radio Western 啦，就係佢唔係大學管理嘅電台，似係一個 affiliate 附屬咁樣嘅，用同一個名，但係就唔係同一個。點講咯？operation 唔係同一個財政咁樣分開嘅 technically 嚟講，但係我哋就係 under Radio Western 係叫做一個志願團體咁樣，咁我哋就其實都做咗好多年㗎啦。如果係歷史上嚟講嘅話，都30-40年最少啦。咁就而家就傳到嚟我哋呢度咯，就變咗我哋又粵邊有打埋 YouTube 又做埋咁樣啦。但係主要係中國人唔係啊嘛？我哋呢邊喺就。比較多會係香港人，因為始終我哋係用廣東話，就比較係香港人講廣東話嘅多啲。而且我真係唔知你哋有個廣東話咁犀利喎。OK，good。係啊，但係始終我哋學校就冇咁多講廣東話嘅人，所以人數上點都唔會多咯。係咁啊，好難得。OK。聽到你哋㗎，我可唔可以有啲咩途徑聽到你哋㗎？聽到㗎嘛？可以啊，我哋喺 Spotify 上面有啦，喺 YouTube 亦都有啦。我哋每星期日晚嘅夜晚8點鐘喺 FM 94.9都有聽到。OK，good，好，我聽下你啲嘢先。OK，好啊，好，保持聯絡啊，幾得意。OK，係，我哋今晚都要錄 show，陣間就。OK，咁唔阻你啦。OK，thank you，保持聯絡啊。OK。好啊，好嘅，下次見，拜拜。好啊，咁都辛苦晒各位評判，咁我再 send 翻啲相俾你哋啦。好啊，唔該晒，拜拜。